鬼狐大人，基地那边已经发现了盗窃仓库的犯人，是戴帽星的艾比和艾米，我们的人正在追捕他们。原来是那一对胡闹姐弟。除了仓库，他们有没有动别的什么？被他们打伤了一些守卫，其他的损失报告倒是没有。算了，让追捕的人先撤回来，暂时放他们一马。目前要优先保证后方稳定。是。我是鬼狐天冲，各小队汇报准备情况。狙击1队准备完毕，视野良好。狙击2队准备完毕，同上。狙击3队准备完毕，等待命令。陷阱1队准备完毕，陷阱2队准备完毕，火力1队准备完毕，一切正常。近战1队准备完毕，随时可以开战。近战2队准备完毕。预备队准备完毕。很好，各小队原地待命，等候我的指示。行动随时可能开始。明白。真是的，之前说的那么好听，结果却让我们做什么预备队，而且到现在连行动目标是什么都不告诉我们。别这么说，金，鬼狐大人一定是自有安排，只是还没到我们出场的时候吧。要说预备队，那通常可都是秘密武器啊。秘密武器吗？听起来不错哎。啊，不过紫堂，你非要戴着这个面具吗？看起来好别扭啊。鬼天盟的大家不是都这样吗？金，你最好也戴上吧。我可戴不惯这玩意儿。这可是集体行动，我们也得像是这集体的一员才行啊。到时候再说吧。耐心点，幻影龙息。你真的把这家伙收服了？是啊，虽然吃了不少苦头，但这次终于成功了。不会又像当初极小兽那样吧？不会了，只要按照鬼狐大人所说的，放弃斯巴达小队，集中原力控制的话，没事的，金。这次我不会再拖大家的后腿了。紫藤，你真的要放弃斯巴达小队吗？有时候要得到一些东西，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各小队注意，行动开始。狙击1队锁定目标，狙击2队同上。开火！命中目标了。继续射击，对方可是……他冲过来了，好快！狙击2队向1号位做牵制攻击，狙击3队向4号位转进，陷阱1队2队准备，火力组顶上。对方进入陷阱1区，不行，困不住他。放弃1区，在4区继续布控。明白。狙击3队沉默了，我已经被抵不住了，急救支援！近战队开始接战，全员向5号区移动。预备队，预备队，金。我在。你和紫堂焕也马上去5号区支援，看你们的了。那个5号区是哪边来着？好吧，知道了。我们走。金，等等我。快跟上。近战队，你打！这废物，放着我来！我来了，吃我这招矢量冲击！不好意思啊。这一脚的感觉好熟悉啊！
再吃我这招矢量缠绕。格瑞，金，是我啊，格瑞，为什么是你？金，你没事吧？紫堂，快住手！啊！喂，你们快放开格瑞！真不愧是格瑞大人，即使不使用原力武装也这么厉害，真让我们费了不少力气呢。鬼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要对付的竟然是格瑞？我说过了，百死百生行动的目标是排行榜前100名的所有人，那么排位第2的格瑞大人也在其中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你不会没想到吧？就算是这样，为什么非是格瑞不可？因为我们有你啊，金，这次真的要记手工呢。可恶，你算计我！你太激动了，先冷静一下吧。紫檀幻，你这次做的也很好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对金怎么样的。没想到再次见面是这种情况啊，格瑞大人，看来你没有机会再把刀架在我脖子上。要杀要剐随便你，放了心，他对你来说已经没用了。怎么会呢？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我保证，你们都会非常有用的。